你本來係67,800嘅 discount。Best Buy 啊，可以啊，試下啦，快啲。69,000。Everybody， 我哋嚟到日本唔可以嘅就係團購啊！你唔可以唔做嘅嘢就係團購。So， 我哋每一次去嚟日本韓輝，一定會帶你嚟啲地方參觀下嘅，比較下嘅日本嘅價錢同埋馬來西亞嘅價錢。跟住仲有一樣嘢，我同你哋講啊，如果你哋愛嚟日本啊，嗰啲帽啊、360 X-Cam 啊、手襪啊，咩都好啊，唔使鎖嘅，全部係咁樣放住嘅。你有卡多幾千蚊或者個冇幾多千都唔緊要，全部咁樣放住嘅。啊，日本係冇人攞嘅，所以係好放心嘅。我放開第4日都係咁樣放。OK，let's go。嗰個係帶過啫啦，因為到時如果係講你哋自己可以一個 group 嚟都得㗎，冇問題啊。我哋上樓上睇有乜？點啊？係咪點？我哋睇水衣，靚嘅。水衣邊度？所以喺嗰邊。啊，幾多？那個 drone shot 啊，on the L 啊，勁啊！ very nice stuff 同埋 on the right right。哇！手襪 ，adventure， 價錢，所以你哋自己睇價錢，比較下準備。係。翻馬來西亞比較下，所以邊度？呢度啊？Set 8 59,000。jacket， 牛仔褲，係喎。幾多牛仔褲？踩豬牛仔褲啊！呢度 offer 呢啲馬來西亞冇嘅呢啲，呢個係 set 8啦，最新嘅啦。哦，敬請留意啊！我哋下一站再見 ，OK？ 我幾多手襪啦？太多嘢就分享唔得咁多 ，OK？ 拜拜，買嘢先。呢度嘅價錢同大馬嚟比，大概係平1,000係咪？平1,000。大概係1,000蚊啊，好似呢啲咁樣。1,000左右啊。啊，1,000左右，平1,000左右。買完裝備可以過嚟睇下呢度嘅摩多店。啊，有買摩多，有冇下？阿飲，我特別。